主厨好时刻。来，阿斌哥，今日要搞财神爷，做乜咧？好食咧三文料理，鲑鱼米粉煲。鲑鱼米粉煲，迄汤哦。米粉汤咧，按伊咪为煮了米粉汤，佢应该用嘅咧，用咧鲑鱼来煮。你三文，你哎呀咩？我看三文有冇鱼皮咯？咩讲鱼皮好食咧？應該係煮湯嘅啊，當時煮湯嘅啦皮啊，煮下嘢直接啊，洗咗佢啊，軟軟，洗咗嫩嫩，啊，佢佢咪咩嘢用剪嘅，剪到叉叉，洗咗佢切切。哦，嗰個皮拿鐵，骨頭要拿鐵嚟嘛哦。好，來來來，你乜嘢嚟？財神爺天數嘅冇？唔是，因為咧打嘴鼓手咧。是啊，都播英文發太出來，穿喺前就會嘛。打嘴鼓手咧，係，因為先那啲鮭魚，俺記得煮幾分熟啊？煮湯要有幾分熟，煮湯就煮到全熟啊。冇啦，咪就切好太大條，切好太大條，煮嘅時間，唔會一下子煮到全熟嘅。用煮嘅時候唔得全熟啊？係啊。9分熟啊？係啊。應該上次有啲米粉啊，先浸過水啊，浸過水啊，要下去煮，煮好佢就變綿綿嘅，變太綿嘅，變綿綿嘅。才有啲高牛，香蔥油、香菇、鹽豉嘅啫呢。香菇。有冇芹菜啊？有芹菜、香菜。哦，一香菇會切成葱包咁樣。呢個呢，骨頭切下來啊，其實咪做得拿來煮啲高湯，先煮湯。唔係，你講腥味當重。唔會，其實哦，你一看解，你想切一塊，然後佢就冰落先做得啦。用菜用切油油嘅。好，再個切下，還有芹菜，芹菜咪切一切。冇想要，這個備菜完成。你啊高牛，要用菜啊芹菜，切一切樣嘢。等下會先去到啲高牛會先炒過。我先炒牛。先炒過。又有豬肉又有鮭魚哦，因為像迄個當時咩嗰啲當奇怪，海陸米粉煲啊。好啦，呢啲高牛啊，是誒，我先炒，炒過，然後啲豬肉嘅梅頭，豬肉嘅係啊，豬肉嘅梅頭樣嘢。唔是醬油啊？是，炒一下做得咧。以前咪看下啲賣到啲高牛嘅，佢啲平嘅比例啦，灰色嘅比例。係啊，你跳車唔用你要夾我啊？係啊。牛先炒。看下啲老啲有老啲牛吼，等下炒過啊，佢會好香。我直接啲冰到，叫高牛冰到水裡袂住啊，注意落啊，梅頭冇強溶。嗰陣我係咪煮豬肉湯㗎？係咪要先炒過？我開響。其實看下啲嘅煮物嘅東西，因為煮啲米粉湯啊，其實有味。你看下煮嘅叫馬氏豬肉湯啊，其實係煮啲清氣，直接冰落去煮做得咧。炒到咧佢要變色咧，誒做得到啲香菇，最好嘅香菇咪冰下去。有，香綠色的。那個炒落咧，小哥又辣辣的哈，又炒辣後咧，係煮啲米粉湯嘅梅頭是冇重用嘅。好，那個去炒好，炒好咧等下冰落以前啊，淋到咧調油，淋到調油，來啲梅頭，調油嘅梅頭出來咧，好。咁你炒長橋會超火啦，因為炒好就都係冰下。因為調魚撈起，差不多啦好。先冰。目前為止就冰調魚先啊。嗰種嘢喺度，鮭魚要9分熟，也慢冰落去。
漂不这样冰好伊，小哥肯改要本去的下手的咧。哦。啊，安尼冰了咧。葱油。葱酱哈。那今面做咧是客家味。哦，客家面啊，加胡椒粉嘛。哎，准备好咧，冰了啦。哎。你可能你要做意式，要做日式，应该是来做客家。纯客家哈。其实咱因煮袂冻结啊，伊个啊面粉咧梅头啊，后尾落去。因为用菜来煮马家东西哈，刚刚肉煮食材切一刀一刀，其他东西应该是切一刀一刀。应该你会切鲑鱼，切一袋袋。我讲你香菇啊，其他东西是切一袋袋，因为几样菜吼摆起来好酱，没有一大袋啊，有一大袋，然后泡泡的吼，切得起来强壮。然后就煮到米粉比可以哈，要一个对木头，客家米头就出来，胡椒粉。然，和粉一样。哈，你有冇想到用鬼用3文鱼来煮啊？我即按照爱要煮5汤嘛，哈，可能要用旗鱼米粉哦，不用卤，但是有上次用那旗鱼啊，用那卤，煮到嘟好熟，这样做的。它炒过啊，伊是会变色色，但是像那鲑鱼，油油啊，煮下一些，就是你煮到嘟好熟，哈，样时咧，唔会是讲色色样嘅。有米粉可以哦，有时有，其他梅头哈，哪下？你找我加的，係嘛？椒粉啊，加下豆底啊，冇改咗。哦，你看最簡單嘅吼。係啊，你看，大家想咯，哎呦，米粉用冇折，其實有時要去煮好久的，後尾去切下係熟了係透。啱。凍下我。凍下嘛，就是飲唔好曬，係加鮭魚。咁而家搞到水要唔拉鹹了？唔係，你等下見煮啊，會見到勁鹹。因有吼，我哋水撈嚟係鮭魚，吼，撈鮭魚放落去。叫粉熟啊，onion 码表。其實老師那個小狗注意下，要變色的啊。變色的，要改要看伊來。用氣吧。係，老師撈嚟捲出來，用出來先冰一半咗咧。先冰一半米都俾出來。係，冰一半，火關鐵。火關鐵。起電。叫？叫粉熟。係，其實剛剛準備嘅東西啊，咪當簡單。當簡單啦，冇乜個東西啊。它設地度我要煮嘅咧流程，好，然後咧第二咧煮嘅時間，係最重要是你切太大細地，切到太大時間是煮好久的，好，我咧切以後，然後你只小狗本黑下，就熟了啊，因為當然多熟也還會繼續加熱嘛。大家捲出來，然後給它香出來，要煸過咧梅頭冇咁咯。食指大動的味道。那煎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。它意思說要生麵嘛，哈。係是燙。
然后咧鲑鱼9分熟嘅哦。然後我跳那一地咧鮭魚哦，你煎開咧看看，一啲佢未9分熟嗬。係。家因為香菇係生香菇嘅嘛，用香菇乾咧。早係未做得啦。我較香嘛，較香。會哦，會較香。意思係看嗰啲後嘅咧感覺啊，係啊，應該講香菇哦，是咱軟軟脆脆嘅，係啊。啊，要講過，跳先來計地咧鮭魚看。大概看9分鐘哦。地鮭魚，好來。哦，應該。9分熟呢哈，哎呦，好神奇呢！其實一天凍的，傻些。我們看到麻。入口即化。入口即化。鮭魚米粉煲。鮭魚米粉煲，日子吃飯了。鮭魚米粉煲，香菇、生門切塊塊，芫荽切幼幼的。芹菜切節節的準備，裝填豬絞肉、香菇、豆油炒香以後，放到滾水底杯，裝冰米粉、紅蔥油、胡椒粉、鹽、生門、芫荽放到去煮，將木蓋翕一下。青料田做好料理，舀到碗底杯，放到芫荽，安尼就完成咯。